来看，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头一个本土肠压力的病例，是一个住伫北部30多岁查甫人，伊伫发病进前捌伫离岛食青蚵仔，有可能就是感染源。已经老1个月了，目前搁住院的治疗哦。疾管署嘛提醒讲，最近早败病人是5冬来上济，所以提醒民众食食的卫生，得爱特别注意，嘛爱食洗手。 热天食菜海产要注意卫生。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脑透症确定病例，是北部30多岁男性，6月底北到离岛食青蚵仔，不过敢是感染源，也无法度确定。个案脑的症状达到1个月，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，目前由院伫咧住院治疗。 在7月11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、头痛、腹泻、水便，在8月18号的时候就医采检，并且在隔天住院。8月21号检出伤寒杆菌确诊。疾管署表示，脑透症也是沙门氏菌的一种肠道传染病，潜伏期大约8至14天，主要是经过带菌者的大便污染的食物，也是饮水来感染。 定看到的症状包括继续性的发烧、头痛、脑顶。大致注意的就是，疾管署监测发现，顶礼拜全台门急诊脑就诊人次是12.8万外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升悬4.4%，是我5年来降低升悬。我们在切菜的垫板或者是刀。 上面有污染到这些沙门氏菌，也会造成污染。不要以为食物煮熟了就没事，因为煮熟虽然煮熟了，之后再细菌再加上去，也是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感染。疾管署提醒，休假期间民众出去佚佗、自餐的机会增加，海产食物应该充分煮熟，料理的时阵应该避免青色交叉感染。 尤其是沙拉加冷盘的保存，应该爱特别细致。另外，也爱落实个人手的卫生，饭前便后使用湿粉来洗手，才会当有效防范肠道疾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